總理杜魯多宣布填補兩個亞省上議員嘅空缺。亞省省長戴斯敏就抨擊，話佢無視當地省民利益，咁呼籲整體改革上議院。陳文立報道。總理杜魯多星期六宣布填補兩個亞省上議員空缺，並獲總督馬麗西蒙任命，分別係曾任聯邦自由黨喺亞省嘅競選共同主席兼律師 Frick Handler 同性小眾學者 Wells。亞省省長戴斯敏喺社交網站抨擊杜魯多無視當地省民利益，亦漠視亞省曾舉行上議員提名嘅選舉，又批評杜魯多選擇聽命於佢同執政自由黨嘅左翼政客，令上議院失去公信力，呼籲全面改革。Frick Handler 就呼籲戴斯敏文明啲，形容對方嘅觀點廉價，期望雙方見面後會改觀。聯邦選舉事務處就指 Frick Handler 曾經向聯邦自由黨同綠黨捐款，用盡咗每年捐款俾政黨嘅限額。綠黨黨魁美意亦係 Frick Handler 嘅法學院同學。至於 Wells 係亞省 McEwan 大學嘅性小眾研究學者。